续这个画面嘛是惊险万分。伫个高雄有一个骑士骑机车，正手控制油门，倒手是抱一个小男童，小男童已经困去了。啊，这个小男童就坐伫个骑士倒边的大腿，身躯平伫个骑士的行程，啊嘛无戴安全帽啊。若拄着这个紧急的状况，囡仔绝对栽落。啊，毋那安尼哦，伊后座佫有载另外一个人，讲有偌危险，就有偌危险。警方已经找到车主了，会甲罚款。这个画面好看到人拢着惊，这个骑奥多的人抱囡仔哪骑车？这么安全感，一旦紧急刹车，小孩子应该会飞出去。危险的事吼，动较袂掉啦。看一个真，这个骑奥多的人正手吹油门，倒手呢抱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是直接坐伫伊的大腿。看这个办事囡仔已经困去啊！代志发生伫10日下晡1点外，这台奥多摆3载经过高雄三都二路甲和平路口，有民众看到这款的画面，拢替这个囡仔安全伫烦恼，就烦恼讲，迄真正来雄雄冻店，第一时间根本就袂负反应，这个囡仔有可能摔倒在地，安尼是非常的危险。骑士单手抱着一位戴安全帽的小孩违规3载，本分局将通知该重机车主到案说明后，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告违规行为告发。影片中，这个骑奥多的人一手抱囡仔伫骑车过3载，已经违反道交条例，会使罚300到600块的罚款。这个囡仔无戴安全帽啊，嘛要罚500块。警方呼吁民众唔当因为一时方便牺牲囡仔安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